你咧倒过的时阵，你伫厝内啊，大门关的，倒过你在暗中的符，大门关的，啊，你倒过吼，爱大，即个符就是讲上天的对啦吼，天赋，哦，你若上天倒过，啊，你关的你伫厝内底吼，啊，但你暗中的符，暗中就是讲你看袂到，吼安尼，你的符在暗中插靠，哦，你的符伫暗中内底，你家己看吼，一定会报答你，哈哈，啊，咱今仔去看即段。读圣经啦吼，咱才知影伊的弦外之音。圣经的特色是安尼，啊门讲表面上、里面上，里面上咱无法度看出个意思，一定爱去体会后壁含义到底咧讲啥。那么伊讲咱入来厝内大门关的，咱毋免吼，真正入来厝内啊然后吼大门关的，你去到外口无厝无门，你哪会当做？因为这咧讲的咧讲台，吼，耶稣咧讲台。圣经内底咧讲来，你的内心，你的内心，你咧祷告的时阵，啊像讲你咧祈祷上天的时阵，你的心要安怎？所有的杂事拢放下，杂事拢爱放下啦。莫讲我咧祈祷的时阵吼，啊搁想东想西好，想要去做趁钱，啊搁伫到阴阴怨怨，啊搁吼啥物，迄袂感应啊，真正袂感应。你的门爱关的，就是讲你爱把所有的一寡吼因缘世事拢总放下，你真专心的心，你家己知影。你家己的心正咧想啥，你家己知。真上帝和你做伙，如菩萨和你做伙，哦，咱的师父师父和你做伙，真的是这样，这无甲咱骗。哦，咱人伫咧独处的时阵，你的心愈会感应。你的心呐，迄个吼，迄个。哦，欲望很多，爱恩怨很多哦，啥物足侪乱糟糟，你啥物拢袂讲。所以讲，咱咧修行的时阵，哦，有感应，无感应，看伊真诚度。哦，有修到尾啊，讲啊，天倒啊，看无。哦，因为咱的心无共，啊无感应了，你会感觉啊，倒哪上无啥，哪上对比较较好，拢看外表。其实拢比看外表啦，外表哦，迄台遐外楼，迄家外好。看外表，毋是，其实是看内底，叫做心度。看咱的厝内迄个是啥？哦，你家己厝内迄个上重要。哦，厝内即个若去互芳去，去互无去，安尼吼，你做啥拢袂感应，你又无感觉讲倒会保护。哦，即等下咱甲去大家来讨论啊，再来探讨。哦，所以讲，咱今仔去祷告上天，咱今仔祈祷，毋免用话，用你点心。哦。话讲来讲啊，我咧迄个，话咧求神托本吼，做个念嘛吼，啊念啊多少声。话讲来讲，为啥物念多少声？因为我若无念遐大声，心唔听。其实吼毋免啦，啊你毋免念啦，啊只要你真心对感应啊，你就知影你咧创啊。如果诸佛菩萨若佫毋知影讲你咧想啥，叫做诸佛菩萨。如果你讲伊才会知，安尼也叫做诸佛菩萨。哦，所以咱一手大仙有讲出诶，哦这个行动啦吼。那一手大仙有讲，天人之间行感应啊，不在口头言语算。天甲人当中是用神咧感应诶。哦，咱甲天咧沟通免啊沟通，咱甲人咧沟通是要用话啦吼。你无讲我也知，啊我无讲咱嘛毋知影。哦，这人甲人当中咧沟通就是安尼嘛，爱用话嘛。啊你若美国人讲英文，啊互我听无，啊无法度沟通。但是咱人甲天咧沟通，毋免用话。所以讲，你美国人甲上天沟通，台湾人甲上天沟通，越南人甲上天沟通，拢会合。啊，为虾米毋免讲话？只要你一点信心，你要创啥伊拢知影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迄个叫做行动。今日咱讲的行来，行咧讲啥？行之意，意就是指咱人的念头，意念。啊，咱捌听过即句嘛吼？意念，你的意生做安怎？你家己知影。有行无？你家己知影。你若有行，当讲上天看咱的一点心，哦，咱捌听过即句话嘛吼？上天看咱一点心，啥物叫做一点心？叫做行。伊无看咱啥，是看咱一点心。你一点心若有入去，会感动天地。啊，如果若我无迄个心呢？你毕竟咱家己吼，扪心自问就对啊。咱嘛无迄个心，啥物拢无。无迄个心，啥物拢无哦。哦，所以讲，而家咱个。来体会啦吼，小人甲君子差伫多，所以落来了真夫子伊就安尼比喻：小人含衣为不鲜，无所不及，见君子无掩也。
这哪亲像吼，迄不善啊吼，心无善就哪像安尼。小人寒气为不善，小人的时阵，寒气就讲平时啊啦，日常生活啦吼，平常的时候啦吼，寒气为不善，拢做一寡歹代志。啊，做了吼，无所不及，啥物都做。那见君子以后养眼，看到君子了，咱开始暗色。养眼，即个掩就是吼，一种掩藏。即个掩就是掩藏，就是讲啊，我做毋对了吼，啊，我家己暗色，讲一寡借口，啊，无就安那好，暗色讲吼，我无毋对，吼安尼，迄叫做掩眼。那么掩其不先，共款的即个意思，那共款啦，这个掩就是掩饰都一样啦吼。但迄个不先呢吼，藏起来无爱互看。而妒其先，妒就是讲显耀、显示。然后但伊先的一面吼，显示互看。讲好，我是因为安那会安尼好，啊，就讲做侪理由来圆满伊自己。人讲一个人若做毋对，啊，就讲十句吼，啊，100句的谎话来圆融、来圆满安尼意思。啊，伊找理由，感觉讲我家己吼，迄个无毋对，啊，伊是偌好诶安尼，叫做妒其先。但是呢，人之是意如见其干连，这可以。但是别人咧，人咧看吼。如见其鱼干眼，咱像咱咧看到咱的肠仔肠肚，鱼甲干啦，鱼甲肝就对啦。哦，咱今仔做足侪无好诶代志，啊，但是咱会尽量暗示，啊，但咱若好诶吼，强调出来。哦，啊，人人讲我安尼是因为啥物原因解安尼呢？我是有所苦衷诶呢。你看我为着安那，所以讲到安那，其实遐认真。其实若别人咧来看，看到咱的肠仔肠肚，哦，咱个暗示嘛无好。这叫做如见其鱼干眼，这可以哪里有啥物好处？所以这句的意思，真有主咧甲咱讲，你有啥物心境，你自然就表现伫外口，袂偏执啊。可是咱会想要暗色啦，暗袂掉啦，暗会当暗一时啦，无法度暗一世人啦。咱就感觉了，这道理咧讲吼，很清楚哦。圣人咧讲道理无模糊哦，真正是啊。咱咧看一个人，也是安尼。你有啥物心境，你自然表现出来就安那很自然。你有啥物心境，你自然讲的话就是安那很自然。你讲的话题是讲啥很自然。一个俗气足重的人，伊无可能讲道理，讲真理。一个道气足少的人，伊俗语伊就讲袂对。迄足自然的物件，迄拢袂过一个，你要过袂久诶。哦，那像我的爸爸较早吼，伊捌互我捌听咧讲，伊讲伊若讲着一寡细小的代志吼，讲句头壳讲。伊袂爱讲迄细小个就对，细小个讲一半句啊，来伊就讲着道理。啊，若道理较久就讲，道理较久就讲，伊拢袂忝安尼啦。哦，啊，若迄个细小个人情世事啦，温温暖暖啦，啥物话无，伊讲吼，讲大就安尼，无啥爱讲啊就对啦，感觉野野安尼，哦，迄头壳黄黄安尼，迄咱人的心境，哦，你的心境内底有道，自然你就会想要讲道理。心中内底俗气啊，足重诶，拢无道，一点仔道气拢无。你叫咱讲着足困难诶，足艰苦诶咧，迄比咧吼，爬山较艰苦咧。真正你啊，比咧爬山较艰苦咧，做啥代志拢一条心。所以小人伊诶心不静，你想伊要表现好诶，透有可能；表现好诶拢假诶，啊人一个看，人啊久就看伊清楚。伊要暗示，大家拢清楚，都爱家己毋知影，自欺嘛。哦，叫做啊，作为事务中情有外。这叫做诚有中，你内心内底有迄个真诚，这个中就是吼对。哦，你的心中内底有迄个物件，诚有我，你伫外口表现的绝对是安尼，袂假是袂偏执。哦，诚心是一贯的，心甲心是一贯的，你袂偏执的。所以咱真有主甲讲，故君子必慎其度也。所以讲一个君子，你一定要谨慎，你人看无的，你家己知影迄个。莫想讲人看着无要紧。我表现你就人看话就对，就好啦，毋对。哦，咱的内心人看袂，咱若认真毋顾好，咱也要顾外口，咱别人甲咱看知影。这袂假是袂偏执。哦，所以讲一个君子一定要慎其度，因为你家己知影迄个独处，你若有真诚，啊，你毋免惊讲你外口做袂好，毋免惊。哦，你外口做出来绝对足好诶，因为你的内心就遐真诚啊。咱就讲一个人，伊内心真正足有效诶。你像伊外口做出来，伊对因爸爸妈妈诶牺牲，敢袂假嘛？讲较歹听，讲较远嘛，中意，较远嘛，中意啦。哦，咱来看讲24号内底迄个主路，当然24号足侪个啦，互我是安尼记咧。主路虽然足公共，但是足有效。哦，所以对。
24号。啊，为什么有效？因为因顶本来就善食，啊食歹，但是为着要互因妈妈吼，互因是大人食较好。哦，伊千里哦，8米啦吼，行100里路去搭吼，排迄落米，一地米足大地安尼去足远的所在买米，佮排倒转，路途遥远100里路用行，无像咱正讲着迄坐车，咱正若坐车无离题，咱去用行100里路，为着要互伊时大人食好诶安尼，搭迄米排两安尼。啊，为什么伊做会到？因为伊诶心足真诚，伊对因父母诶心足真诚，毋是应话，毋是讲无做吼人会讲，迄是伊诶心真正吼，伊若看到因父母食好，伊就欢喜；啊，伊若看到因父母食歹吼，伊就足艰苦诶。迄叫做伊诶心。所以讲信基督就讲，你要谨慎着你家己迄个人看袂到迄个。即个你若有真诚，像主路伊遐有真诚，你看100里路伊嘛行伊，对伊来讲伊做甲同欢喜诶。到因是大人走了吼，伊甲讲，因是大人走了，啊但是伊诶迄个讲啥，伊迄个官运愈来愈好，趁足侪钱，啊趁足侪钱了，伊甲足感叹，伊讲我真遮侪钱，我真要搁替阮是大人搁行100里路去排迄地米，转来嘛无机会啊，无机会啊，哦。以早伊足瘦，就会空即歹啊。当然伊真足有钱，伊讲我真要搁买偌济米嘛无问题，但是无机会，伊就是感觉。伊诶意思就是讲吼，我甘愿进吼，搁行100里路，偌紧，啊无可能啊吼，一年过就有啦。所以互我意思讲，信基督，你内心内底有迄个物件，你毋免惊，你无外口迄个行为。你心中内底无迄个物件，你外口要表现迄个，迄是足困难，艰苦诶。哦。就是来讲，真主啊，是目所示，是手所指，伊良吼。真有主甲讲，这哪像啥？这个信基督哪像啥？哪像12目睭你来看？哪像12指头你来指？伊良吼，你看遮尔严格。严谨吼，你也看，一个人伫遮在做代志，遮侪人拢来看，所以讲，互我甲安尼讲，工书徛伫台顶，伊所表现的拢是上好，因为遮侪人咧看。你敢有可能徛伫遮吼，我足受气的啊，黑白面啊，迄个物件黑白色，无可能嘛。啊，讲一寡吼，迄个做歹的，无可能嘛。哦，工书起来，佮准做讲伊有脾气毛病，伊徛介到遮，伊无可能会讲。哦，佮准做讲伊对啥物人做无好，心中有足侪怨言，伊徛伫遮，伊嘛袂讲。为虾米？遮侪人咧来看，伊哪有可能啊？我一定表现是上好的，但是若私底下就无人看，就毋知影。啊，拢总无人看，无人知影，就毋知影。就你安怎讲，要安怎做，无人知。哦，这个哪像迄个意思？所以互我甲讲吼，做工作有一个好处，因为你会要求自己，啊，你会不断鞭策自己。啊，咱咧讲互听，是其实啦吼，咱家己听上清楚。你咧希望人好，你家己会想要好，有感觉无？工作就是安尼啊。你咧劝人诶时阵，讲倒偌好哦，你紧来跟倒我好安那？你咧劝人诶时阵，其实你诶内心内底已经咧提升迄个道气啊。已经咧提升道气哦，咱今仔含珠不同，拢毋讲，